Hello，同你分享個大消息，第15屆全國運動會就快到啦，而且今次好特別，香港就係其中一個主場啊！你想唔想知有啲咩世界級賽事可能就喺你屋企附近上演？呢份主場指南就係要你由普通觀眾升級做識貨嘅本地專家。好，我哋即刻開始啦！你冇聽錯，呢個真係全國最大型嘅體育盛事，而且係第一次嘅近距離嚟到我哋身邊。所以講，呢個唔淨止係運動員嘅舞台，仲係我哋可以一齊投入嘅大好機會。到底有咩精彩重點值得睇呢？我哋一齊深入了解下。講真，呢個絕對係歷史性一刻。你睇下，香港係第一次一齊主辦全運會啊！呢個唔淨只係一場體育賽事，佢更加似係我哋向全國展示香港城市活力嘅主場同大 show。你可以想象下嗰個畫面，當我哋喺現場為自己嘅選手打氣吶喊嗰陣，哇！嗰種主場氣氛真係前所未有啊！好啦，我哋第一站會帶大家去邊度呢？就係嗰個全新落成、超級先進嘅啟德體育園啊！呢度會係幾個重點賽事嘅比賽場地。而家就等我帶大家率先入去睇下有咩精彩嘢。首先登場係乜嘢呢？就係劍擊啦！呢場真係將芭蕾嘅優雅同閃電咁快嘅速度結合埋一齊，勝負好多時都係0點幾秒之間決定，唰一聲就分高下。每次有效攻擊，隔籬嘅雞分燈就即刻會着燈。哇，嗰個畫面真係力與美嘅極致展現。好，大家要特別留意下呢個金牌數啊！你睇下劍擊項目竟然會產生成12面金牌。呢個係香港所有主辦項目入邊最多嘅一個喎。咦，佢代表咩意思呢？呢度將會係競爭最激烈、最白熱化嘅一個戰場啊！講到劍擊，梗係唔可以唔提我哋嘅驕傲奧運冠軍張家朗啦。喺今次會喺香港觀眾面前出賽㗎，可以想象到佢每次出場絕對都會成為全場焦點。呢個都係我哋為香港隊打氣嘅最大動力。同樣喺啟德呢個主場館，準備好迎接7人嘅球嘅衝擊力啦。呢項運動最出名就係佢高速同埋完全唔保留嘅身體對抗，而且7人制比賽時間仲短啲，節奏又快，我包你由頭到尾都腎上腺素飆升。7人制欖球產生男同女子組一共2面嘅金牌。其實香港嘅7人欖球賽本身喺國際上已經好有名，所以今次可以喺全運會呢個自己主場獻技，個意義真係好唔同。對於啱啱接觸欖球嘅朋友，呢度有個最核心又最好玩嘅規則，你一定要知，就係你可以攞住個波向前跑，但係呢，當你要傳波嘅時候，就只可以向後或者向側邊傳。冇錯，就係呢個聽落有啲矛盾嘅規則，先至創造佢攞球嘅獨特嘅團隊合作同埋戰術部署。好啦，喺啟德仲有另一項好精彩嘅賽事，就係男子手球。我哋講啦，如果你好中意籃球嗰種快節奏攻防戰，你絕對唔可以錯過手球。簡單嚟講，手球就好似一場不停上演嘅大波跳投攻防戰。其實佢嘅規則好簡單啫，你睇住個波，唔可以行多過3步。點算好呢？你就要不停咁運波，或者傳波俾隊友去製造射門機會。今次嘅香港賽區就會誕生男子組冠軍。接落嚟要講呢個項目就真係幾特別啦。保齡球喺全運會入邊係被列為群眾賽事活動。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全運會唔淨只係咁頂尖運動員嘅舞台，佢更加強調全民參與，鼓勵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去享受運動嘅樂趣。你睇下呢個數字，總共有166位嚟自全國27隊嘅選手參加比賽啊！呢個就完美體現咗運動屬於每一個人呢個理念。所以重點就係全運會唔淨只係頂尖運動員嘅刺激對決，佢同時亦有一個屬於我哋普通大眾嘅舞台。好啦，離開咗啟德之後，你會發現整個香港都變咗做全運會嘅賽場，無論係綠油油嘅高爾夫球場，定係熱鬧嘅市中心，真係到處都有精彩嘅比賽等緊你。我哋睇下呢張總表，你就會發現賽事真係遍佈成個城市。你喺高爾夫球賽會喺嗰個粉嶺球會上演。然後呢，我喺市中心嘅維多利亞公園會直接變身做一個熱情奔放嘅沙灘排球場。
而佢後生嘅籃球好手就會嚟充滿傳奇色彩嘅紅磡體育館，即係紅館，爭奪男子22歲以下組嘅冠軍。接下嚟係體能同意志力嘅終極考驗，鐵人三項。而且你知唔知最正係咩？呢場比賽嘅背景會係我哋世界聞名嘅維多利亞港天際線，勁型啊！呢個挑戰總共分3個階段，首先要喺維港游泳，游完上嚟，跟住喺市區踩單車，最後要跑去中環海濱衝線。而且運動員仲要喺轉換區，就好似一個變身站咁，要用最快速度換裝，真係每一秒都好關鍵啊！好，依家等我哋將焦點轉去將軍澳嘅香港單車館。講到場地單車呢樣嘢，一直都係香港嘅強項嚟噶。我哋喺度真係出咗好多世界級嘅選手。你再睇下嗰個畫面，喺嗰條250米長嘅木質斜道上面，佢選手用一個快到匪夷所思嘅速度踩緊單車。呢個唔淨止係鬥快，仲係考驗佢哋嘅戰術同埋膽量。同你講，現場睇真係超級緊張、超級刺激嘅。講到場地單車，我哋梗係即刻會諗起傳奇運動員李慧詩，係咪先？佢為香港贏到嗰榮譽，真係激勵咗無數後輩。而今次嗰份追求卓越嘅精神，會喺呢條我哋都好熟悉嘅主場賽道，由新一代運動員繼續傳承落去。好啦，睇咗咁多精彩項目，有冇睇到眼花繚亂啊？唔緊要。我哋一齊嚟做個總結，呢個就係你哋香港主場嘅終極觀賽指南，幫你畫好重點。你睇我由考驗個人技巧嘅劍擊、場地單車，到展現團隊合作精神溜欖球、手球同籃球，跟住仲有風景靚到爆嘅鐵人三項同高爾夫，仲有充滿陽光活力嘅沙灘排球，連全民都可以參與嘅保齡球。香港今次主辦嘅項目真係好多元化，我相信一定有一項係你中意嘅。呢場全國性嘅體育盛事，因為有主場呢2個字，對我哋嚟講就更加有意義。呢個唔淨止係運動員嘅比賽，亦都係我哋每一個人嘅派對。好啦，問題嚟啦，咁多喺精彩嘅比賽入邊，你最期待邊一項啊？你又會為邊一個主場項目用盡全力去吶喊打氣呢？